气灵地气，自己不言，有些真。不说如是性情平等，我将识得为咱微闻如是之见。这道的是讲什么道理？这道的就是讲，佛陀伊讲经讲到第13分内，离第14分开始叫做理想清别，离一切相，离一切诸相，尽量诸分。到这个意见人当中，苏摩地文说是经，伊听到佛陀讲的这部经文经以后，清解听无，伊连一部经文，咱若讲用嘛，即个看了，你看袂出物件。迄个清解就是讲，你用你的地位，它是用你的地位叫做成清法境，你去体悟、体入这个物件，伊个道理物件看袂着嘛。这杯水，甲透甲比乌色对不对？你较有朝用目睭看到伊本色，敢毋可能？无可能嘛！你较看嘛是乌色的，但是你这杯水的原色是乌色的吗？这杯水的原色毋是乌色的呢？伊甲透，伊是甲透甲比色来讲是乌色的呢？毋可能看到去互这个色。声中意用灵抗调了后，变成去落去看表象呢？啊，来就是用切的把这个看表象，啊，你迄个是上看到的，看袂到。是啊，因为咱要清解意思嘛，所以伊若做伊不能经过不能，所以我哋清解意思，体入为去，伊听对啦，伊知影，伊看到迄个实相。目屎感动啊，是感动啊，迄个是欢喜的目屎。因为五色合正中间，二面不言，虚有世尊。虚有甲消有，我看到这种人，毋是安尼简单。后边有来讲，佛说如是成清经典，如是成就，迄个如是，这毋是讲讲什物件？迄个如就是讲是，我这讲法。迄个是就是讲什物件？佛说如是，这三法界的这部经典，三法界这部经部经，我将心，我对过去甲即摆对回咱，不如我啊，平安，回咱，我讲，感谢呢，叫做我方面，我将心对回咱，我修到了我得着阿罗汉。因为八干是能救心嘛，天干的天神嘛，回干阿罗汉嘛，八干的菩萨嘛，五干的佛嘛，咱就该讲伊啊嘛。我将是对回干，我已经修到阿罗汉了。你闻如是成就经典，我都无这个清楚，我都无这个了解。今日我已经了解啊，我看到啊，那后面出来咱讲，这阵。若有人论说经典，若有人论说是经，后边我再讲信心清净即是实相。若有人论出经典哦，信心清净伊安讲，因为伊个表会不一样，迄个表象物件它会不一样，伊直接看到伊个实相物件。就讲诶，即杯茶，因为伊无互这杂质看到这，伊看到内底个水，就是呢，我就是。因为今日信心清净，是咱的心理清净。咱的心就是写啥种面容，包了你来清净，你可以清净嘛。啊，所以你读经典了，你个清解就是你了解迄个实相了后，你的心清清净。啊，你的心清净，即是你个实相，实相是你本来之相。但是讲你的良心的本质里面有实相，那该怎么说？实相下。即是为相，是我如来所谓实相。实相者，迄个实相，嘛，还有一个面相的实相，即是为相，迄个扫掉，看到什么物件？是我如来所言实相，迄个实相，就是真正迄个实相，第一个实相，毋是在讲两边迄个色方面的变化。啊，咱今日看这本册，今日这本册我讲其实这物件，你若真正迄个上道理毋捌，你若我同你讲遐，讲出拢文字，你拢听文字，听嘛听袂晓。
阵啊，咱的弟兄，是都好袂清楚。你爱通的时阵，你新受的物件，你遐过的时阵，今日这个时阵，要问新受，新受解说说都听无，佫毋知是讲哪话，心存一个好疑问，咱去拜见六祖，拜见六祖了后，六祖开一法门了，伊先看着有来无？伊先看，因为伊是大通，迄个大通是无了解实相，你讲实相的道理，当然愈讲愈复杂。咱是安尼，愈讲愈听无嘛。你讲愈听嘛，你今日见成的人，你讲的迄个法门讲的重点了，我先听有嘛。你是安怎讲袂清楚？咱是讲袂清楚，复杂加复杂，更加复杂，敢毋是安尼？若无复杂加无复杂呢？更加清楚。这个复杂加复杂，我这杯水，促惊人，这个促惊人咧，会较生气袂？会较生气啦吼。这杯清水，个透一个清水落去，会较惊人袂？你听有无？这个清水甲透清水就袂较惊人啦，会愈生气啊。这个复杂加复杂咧，会愈复杂啦。所以讲水不洗水啦，会不洗地。是嘛？咱今日就是因为咱有一个清净的水，咱去三点复杂，咱为了解咱有一个清净的水，咱去三点复杂，咱去复杂家己。再加上解说人来解说复杂，你本身就是复杂你家己，你本身有一个清净你家己，咱变你家己复杂。你听一个复杂来复杂你家己，安尼复杂有无？咱讲嘛是复杂的，咱讲嘛是咧如意嘛，是咧过袂久，过愈严重，但是。所以我讲大通和尚，因为新修，因为新修咱嘛知，我新修回应，新是菩提修，新有明了来，新是因为新出现的这新修的题嘛。六祖菩提不无修，明了本来无修，这是六祖的题嘛。所以伊咱真听起咱嘛知讲见成人就是六祖，六祖见成的人，你甲真无见成讲的道理，有困难无？因为伊知影你做一个所在，咱今日就到这个所，到这个门入来。我入来的时阵，马上甲迄个领人入来。我入来，我去找一个开关，当去找。都在无开关啊！但是领人入来当中，因为伊入来，伊甲袂多找开关，伊要来开关就伊就随空啊。这个道理就是来讲，今日咱修行过来这当中，六祖为名，因为伊已经了解开关对，了解这个地上伊需要物件对，所以伊讲迄个点名，咱地上是好年来讲后边讲迄个讲就是水，但是如果大通咧讲，讲个一人听，一人听较复杂，较袂下去，是毋是安尼？甲讲话是比较复杂，所以因啊。伊嘛要讲物件就这样，两个重点叫做尊福见，是叫修弘义，就是这两个，伊是这学的就这两问题。当然咱嘛照伊的本文啦来解决这种信啊，心地雄，经地雄，信咱就再一遍啦心地雄，经地雄，信州过下人，信州过下人。可怜出家，可怜出家，祈求见性，祈求见性，一日参礼，书文愿，入将何来？欲求何事？发。合人近往杭州避风山礼大通和尚。合人近往杭州避风山礼大通和尚。王氏见性，成佛之意。王氏见性，成佛之意。离决可疑，离决可疑。安来道理，安来道理。渴望和尚慈悲之事，渴望和尚慈悲之事。这道话就是一个地上啦修行人啦伊信修过下人啦信
亲手伫咱这本册内底就解说啦吼。当然，伊是江西吼，这个上有关的人啦吼，这个弟兄可怜出家，这个可怜就是讲做囡仔时阵，做少年的时阵，这个可怜，这个可就是讲叫做讨华，这个讨华意思是讲，咱较早伊迄个哪咧清朝的时阵，伊啲囡仔吼，拢有绑头尾啦吼，啊，因为伊只身后面咧绑起来，啊，即种的法是做囡仔个啊，咱若看迄个清朝的时阵，咱就看见啦吼，伊迄种差不多吼，啊，拢绑起囡仔就有迄个发型啊、外形啊，啊，可怜就是讲自囡仔的时阵，伊就是开始咧受命啊，开始行路。啊，这个意思是讲，这个地上，这个囡仔是一个非常地位，啊嘛非常有神经，啊嘛非常有福田啊，安尼对啦。啊，所以伊是少年开始咧，出家咧修行，就参照讲咱古典，你讲吼，我做细汉吼，啊，伊就安尼，做我出家的吼，做我古典的吼，你想一届可能就几科吼，几科吼。你看一个囡仔尔吼，伊个头底就几科哦。啊，伊若毋是真实咧，读真四册，啊，读真四册，你搁拢读册哦。啊，迄若你甲讲者，你若是讲过去，你迄物件啦，咱一世人来，用去背迄物件，可能是简单。我是讲的，我咧背金刚经，过去我背较熟悉，啊，我啥物背就怎背进去啊？即嘛，为着要甲传承咱就爱咱干不会变。啊，所以呢，因为咱直接讲就是讲，这个囡仔也真有神经，但是智与见性，迄个智就是伊个智用，拢要找见性之道。所以迄个见性，我甲讲起来是伫分门的内底当中上解决的迄个意见，所以叫做明心见性。啊，你明心，造成见性；啊，见性不明心。就咱好讲，什么叫做见性？什么叫做明心？有人讲话嘛，见性甲明心不正两个讲。其实无明心无造见性，啊，你见性一定明心。好，参像我咧做，比如2公斤，就讲一个2公斤，你用个电话看，你以为你无看2公斤，但是我无看，但是你2公斤来用很多，安尼叫做明心啦吼。啊，你有看到2公斤有无？有啦吼，啊，如果你拿花皮，人们会花皮啊，你暗时做到快，啊，你用到叫做明心嘛，啊，看到2公斤，伊个本身叫做见性，安尼叫做明心见性，这道理咱听无？啊，所以明心见性，啊，你用今日见性，无明心哪见性？你内底血流不倒，你要看2公斤怎看？这我当看嘛，啊，乌云，若去查着月。乌云咱去查着月亮，你要咱去看着月亮。啊，乌云若飞几日，你乌云转来，你就顺着乌云去看着月亮嘛。所以乌云去看着日头嘛，当时安尼，所以咱一定明白，明心见性，无明心无法见性。所以佛的内底当中叫做时尚法界，咱关键法界是做伙的。时尚法界实相就是讲，因为伊就是一个。无对迄个相，迄个思想就是咱的本性，迄个无念的物件。对咱个无念的物件，流露一种的迄个管道，就是讲咱的智慧。啊，咱的智慧若无出来了后，咱用着出来就是咱的智性。所以咱只伫这个世间内底当中，咱拢用咱的智性。所以因为咱今日在看这是，其实咱咧求智慧，有点像那。做一个转一个无好势吼，因为人讲安怎，讲愈学愈强，因为愈学愈执着，愈学愈紧嘛。所以咱当时中华上尊啊讲一句：学多之人不识真。你学多之人，你无了解迄个实相，只为将来用识性。迄个将来倒是将来，咱拢用识当作是智慧，迄对。好。咱的识字愈强，咱智慧是愈水中的，咱智慧愈袂出来。我毋知
学科技能不是真少，只因为就是过去甲真拢用着咱知识，用知识咱就当作是咱的本来人。哦，无心劫来生心，以无心劫来生心做根本，啊，市场嘛做本来人，迄个知识就是市场嘛，啊，迄个地位就袂起来嘛，因为咱叫砍掉的嘛，啊，地位就起嘛，你这无起啊，你这无起就知识啊，咱把知识当作是地位啊。哦，啊，所以伊学道上个重要就是啦，就是咱唔捌即个物件，所以把识当作是亏，这当唔对。啊，所以伊智就是讲智用去见性，就咱正常讲，你求见性，靠顺道见性。真正要求见性道，你求见性的道理唔是遐简单嘞。英达大师，你记袂？英达大师是安怎叫伊所讲？那叫做咩？艺术觉，伊若要甲讲起来，伊也会记着人做当中，若要甲讲伊的定就拎起来，但是伊嘛唔通伊太去接受，是因为伊咧互人做规定啊，进道了后，伊当叫做见性咧，伊当叫做明心咧，无伊家己对家己啊无信心咧，是毋是啊？迄个互规定啊做一件，有人讲啊，因为这个印达大师是吼。是迄个作为啦，开发唔是呢？哦，啊，所以呢，过去的圣人，因为伊虽然有真强的地位，但是无经过祖师的这个证明，伊啊唔敢讲，所以伊真正明心见性，对家己也有一个疑念。啊，所以呢，伊自由见性，你来求了大通为什么证道？但是我请问，咱青年传的青年。会有影未？青年传者青年有影未？一个唔知见识的人，去要带一个要学见识的人，会有影未？安尼会有影未？有影嘛？啊，我都唔捌啊！你当互伊明心，你见识，你当你开始，你家己开悟，你开始悟境，所以这点这是一个真重要物件。所以伊咧英文所学的这段，就是啥物啊？就是因为大通微笑。就是因地上这个大生非常的，咱呢种传的，啊，所以伊去参练有一日来参练，来参什么啊？当然来参六祖，来六祖的迄个，的迄个自己迄个所在，伊去参练。书我这个书是这个书的将对咱六祖来讲的吼，书我这个你就好来。假设地上，你对过来，安尼就对啦。欲求好事，你是要求什么啦？你是要求什么物件？安尼就对啦。把这个叫地上就讲，学人近往方舟别方山，对大方无相。伊讲学人，我是咱讲叫学，我是近往前往啦、进往啦吼。杭州别方山，对大方，因为大方无相。而这个杭州北方山，伊遐咧风发离心啦，迄个叫做上北方啦，所以咱讲一句叫做，迄个叫北秀啊南陵啦。北秀就是讲北个新秀，伫迄个所在，伫迄湖北迄个所在，伊遐咧即个风发离心啦。南做客就是咱做为营啦吼，名啦按登州即个所在啦吼。啊，学人就是因为即个地上对去甲迄个甲做讲，啊，我学人去到避风山，吼，你大通无相就是讲去求大通无相，啊，开始明心见性道理啦，吼，妄是见性是不至于啊，我就是去啊，因为我就是感觉，我真要达到明心见性，你成佛，你成到第一，我就是要求的即个物件。但是明我可以，但是我可能了解，我就是未能真正了解，可以就是我有一个怀疑。啊，大多数是嘛，我讲的，我听无啥，啊，听啥物复杂，啊，无解清楚，安尼就对了吼。本来到底，服务好相之比，只是啊吼，因为我接触来到咱的时阵啊，做客。这个所在，
土灵，土就是讲五体投地，用的这个大力，福就是讲读的意思啦，因为过去伊土地若要去拜见师傅的时阵，还是要去请见请师的时阵，拢叫做五体投地。所以这个话讲，原来包礼服务科上这个慈悲之士，服务这个科上，我过去常讲的啦，是对修行人是上界悬的一个尊称啦，叫做和尚啦。和以万物，为万物做和尚的物件，叫做和尚啦。咱有阵时讲和尚，迄个和尚会所以就叫对迄个和尚。爱念无音念无啥，叫做和尚，毋是和尚啊。和尚就搞白花安尼，对不对所以因为和尚是因为在佛教上上界尊严，嘛上界悬的地位，叫做和尚上尊，和尚上座所以因为伊用的这个大礼来祈求着咱人做和尚，指示人生变成的道理啦安尼啦来再讲一遍书文譬如何言逆起机坎，地上倒屁，环境三月，未亡教会，违法切割，一日度日用息，请如何是无加本心本性？大通内外，逆见虚空对外，见疲乏，逆见虚空有相无对外，虚空无形，可有相即摆伊来讲和尚当然靠这个当中的书法，比如言故，比起来讲，咱人做为人啦就是直接要起迄个理想啦譬如何言，你较有甚物疑问要问我？何言讲，譬如你有甚物疑问要问我？因为咱讲，因为当时你会知影人做为人是某一个对象。过去，咱伫迄个六座当中的第六品内底当中，做一个法达法师。法达法师因为我叫伊上过千遍，但是因为六座为人伊满意。但是因为伊讲，你要问甚物名？你上一遍为我听，你讲一遍我听，我就甲你解释。所以我听譬如变听，迄个时阵六座为人，开始甲解释。伊这段就是因为譬有何言语，讲咱今日叫医生看，医生我是艰苦，我是艰苦，医生要直接甲你看，医生嘛毋知你头壳疼，对我肚疼，还有胃疼。但是你若讲医生，我肚咧疼，我胃咧疼，我咧疼，医生就好对。这个道理就是安尼讲，你是对一件疑问无了解，安尼讲咧，譬有何言？你有甚物问题？你个问题在你所在，你讲我听看卖。怒气依看你讲嘛，逆气依看，你气我看卖。法，伊就开始讲什么人开始讲？就是地上开始要讲地上倒屁环境三月，地上就是讲。我地上到大同和尚迄个所在，已经有经过3个月，环境3个月，未亡事未悔，未亡未悔，无受着迄个启蒙，嘛无受着这个教诲，拢无。但是本来就是要求咱法律是要求第一件道理民生变成道理但是我来到这个所在。大通，迄个大通的新秀地名啦新秀到这个当中，拢要甲我开始过，拢要甲我教会过，
啊那安尼我这个所在，我来这要创啊，安尼所以这艺术啦吼，比如我切过我违反自然的，违反我不自然的，切过的作弊切的艺术，我今日来到这个所在用3个月，啊我拢总无听到。师傅啊，对这个哦，对开始的努力，那安尼当中伊嘛真紧张啦吼，伊真被切掉啦吼。有一个一直录音这个方程式的这个房间啦吼，就讲有一个当中，伊入去到迄个大通和尚伊个房间，就做直接我就叫来问伊啊对啦吼。安尼啦，我讲袂听吼，啊，伊物件你甲去3个，我讲我听咧吼，我就无提起，我就伊到诶时阵啊，你诶方程式啊，我咧管内你有规矩啊，无规矩，不能是方规讲诶吼，安尼啊，伊违法决策嘛吼，请问哦，就请问就是问大通和尚，伊就是直接对大通和尚，用什么啊？如何是无加本心本性？如何心理就是我诶本心，心理就是我诶本性。这样子，换一个解释，叫做用心性的道理啊，简单安尼讲。但是你问到这个道理哦，你问到这款的道理哦，唔是你现在甲我讲哦，因为做书的讲话哦，那么行家一开口啊，变数有没有？啊，伊是做书的讲话，不甲你讲作济哦，过话话尔，你听听无你倒代志哦，听无讲一道理你嘛听无。啊，你若听一句的话，敢是安尼？啊，若听无讲一句俏理，你嘛是听无。虽然当时的当中，合作会员，甲的时阵啊，什么人？迄阵，甲迄个合作的时阵，伊几句尔，一无所住，二心二心，一无所住，二心二心。合作用着金光景的50分的内底100个人合作的证据，伊安怎讲？一切万都不离初心。咱后尾一句就对去啊，咱就。所以对啊，对有合无合，当然不合，一个做事听太无，咱一个做事就听我，所以一无所住，二心二心，一切万法不离初心，这句是老祖讲的。后尾老祖迄句咱咧讲，何其自性本无清净，何其自性本无生灭，何其自性本不动摇，何其自性本自无觉，何其自性连心万法。这叫做四分一灵。四本就是呐，这个四本就是叫做呐本性，一灵就是讲呐本性，这个本性叫做妙用，叫做妙心啊。那你讲听，这句话要听出来，要看出来，伊若拢讲空，就参照讲叫做修空寂，守空寂，哦，伊袂使拢讲空寂，啊若讲个有，哦啊尊有念，尊有寂，安尼拢唔对。啊，因为咱若做会的这句话就是讲，咱书本何其自性本自清净，敢是安尼？清净看到无？何其自性本不生灭，看到无？何其自性本自无觉，看到无？哦，何其自性本不动摇，看到无？就空对不对？若拢讲空，后边来讲者有出来。何其自性灵心万法，一切万法拢总对这书本造出来物件，这个叫做有，这个叫做妙。恁今日是多少？我若定讲这个四空，无迄个妙用，恁就这听无物件。恁就这听无物件，恁这听是咧妙用咧听呢。但是因为妙用袂使离开真空，真空袂使离开妙用呢。何其自性，一无所住，叫做空呢。一无所住，二心二心，叫做妙用呢。根本就是讲这个道理啊。一无所住，我无了一无所住呢。啊，一无所住是咱无，啊无，迄个无是一个真无呢，迄个无就是一个自性呢。咱各位，恁的自性，恁的一无所住，恁的无所住，迄个无空无迄个真我，恁会当叫我看咧？靠手叫我看，我若来念啊，你太听啊，啊现在来听。迄个叫做感受、感觉呢。一现在感觉二心，你用生出心来感觉安尼。你无生出心，你要感觉你哪讲？迄叫做妙用呢？你刚才我讲话，迄叫做妙用呢？
你就是迄个鸟友，就是你真空咧，甲你操纵咧，伊就是你的主人咧。啊嘛，一切万法不离自性，一切万法无离为这事本。啊，事本本来就是一本啊。哦，本来就是一本，那是分做四种尔，你问甲听甲错杂个。啊，所以呢，伊是咧拄则咧讲，哦，为法度，若是无法本性，特别讲到这个物件来吼，真正若无真正从来听无啦吼。啊，所以呢，大通大法，因大通好相，真就是听到异常迄个物件代志啊，总是伊是一个做，伊是一个我的师傅啊，我甲你讲，你袂使无回答我啊，哦，就是参照当时无做。你讲我，你作守期，哦，你若即时期咧继承，我就互你做做事啊。但是新修，伊就是教授书啊。啊，我若无去写出来，人都毋知我会从头到尾啊。啊，我若要写出来，我底无物件咧。台南，有安尼讲无？逐组大紧，伊前13出去，啊要杀去倒来杀去，倒来杀去，对，减几年。结果要天光咧，我要送去嘛，要天光去啊！硬硬到土皮甲杀去，啊，你会记住诶，惊13处，就是因为无包。咁是安尼，13处就是有包啦，啊，若有包一处就包啦，你得到惊13处啦，即句话就看出来。但是伊咧合作去嘅，到13处了后，哦，伊家己就美去困啊，啊，美困都无困咧。好，来多想咧，我今日去写这种见识，好，师傅就讲我对我。啊，我今日去若写这无见识，我就今日去枉费咧，到这做一个教授书咧，家己咧天龙地，家己咧天龙地，家己良心咧。其实人真啊，真正明心见性的人，人无这个物件。一真就一心真啊，再就讲上对迄道对，敢是安尼？六座毕业。伊讲安尼，所以新受业未安心了后，我做别个，看当中，啊咧讲安尼十点钟，倒个时阵啊，哦讲，哦，即个个，你若当安修4个月，你免2三个多，你若叫做外头福报，啊开始念啊，对不对？但是伊咧念即段当中嘛，无错嘛，知影讲今仔日六做为迄个新受，伊无被建设。但是伊咧念，毋免对三个倒尔，对啊，这是当个生拼命咧念啊，对不对？毋过伊拼命念的时阵，六做三界凡受运动无法，三界凡受新受运动无法，伊是讲，这个棋，这首棋你做的是无？啊，好，我就新受啊，靠着心风心曲。我今日去礼拜书那讲，我今日写诗是明星变成哦，我说阿弥陀佛。啊，我今日去若写书那我无变成，啊，我今日无采我二十五，无采我这这是我结果的，差不多这意思嘛吼。所以迄个时阵，其实伊做法是说说，哦，不敢妄求作为，望师父看地主有效对于吼，伊就是强伊的。我说我今日毋是叫做朋友，我是要来靠我把这地位哦。伊讲，你作出去到门外别个门来，你做首诗不是门外尔啦，要别到门内啦。到门外吼，迄若老师咧拍分哦，你分是60分哦，你拍一个红的吼，你分60分哦。哎呀，幸好我是无你咁知啦。减一分，减一个，减2分，减2个，迄若减2个，减到9个，减爱就叫过来吼。所以讲，你作手机只靠5分就咁问题。无上菩提要不得的，无上菩提所必变，这个所以呢，识就本性，见就本性。你就讲，你也就讲哦，你也就来留地哦，啊老公，你作出去是到门外这个问题，伊讲无上菩提，无上菩提哦。哦，是因啊，识就本性，见就本性哦。哦，17178定主，如之这是真实哦。若如是见，这是无上菩提是本性啊。我老地无，甲老地落去，但是个过去嘛，都分袂清楚啊。伊嘛真正家己作
足伤心的啊！我而且我传20外档的教授书，传到我家己要写面变成袂晓。我逐个迄个念，迄个念，你到念去插房去，我毋捌摇的时候听到，啥物人捌做的？伊听着讲，伊讲嘛是要人写收迄个四期呢，去互迄个插房迄个看到，伊今仔较了伊来上尾的时阵啊，来是咧，迄是迄个做迄甲讲的啦，迄市民总会迄个做单位甲讲的，你今日了人，你来想要来写首诗，伊毋当来讲话，人有上上辈，上上人有好一点，若是今只是为了福建出，其实地位毋是你的地位关系，地位就是原来事实本身，建筑本身，就是我拄则讲的，通过如何是魔法，如何是魔法本身，这个物件，你莫看这个物件。气节做错高分，伊若真正高分无够，讲到第三领域呢？今日大师，迄教授师傅的当中，要一个地，话你讲，民生变成个道理，互你写民生变成个道理，可能你写安怎可以呢？是安怎？当然，迄阵当时新秀，迄个五初的时阵，伊讲，今仔我写得写久，你若要继续讲我这个所在，安尼收获不了。唔爱甲讲，世人生死存在，你应将之于福气，不求出离，生死苦海，自心若被福无好求，你识手气。这是人甲讲的，五祖一定来这地府讲了，因大家拢信奉。你识出离心变成个道理化，这就一定来出科学方法，出地可以，出地，伊讲明就出地。如何是魔法？本是后面就解说啊，讲来话，讲就亲像嘛。伊讲你见鱼空你有看到鱼空无？伊讲，对话见，看到鱼空见，对话个人，你见鱼空有上无？对话，鱼空不用有上，我是后边就有啦这个道理是安尼讲，伊就讲鱼空。这个大通，就他问这个哪来？这个地上，问到干嘛？书，伊咧问我问题，我就是要问，要解答了。但是我拄则讲，无明心变成的人，要解答明心变成的人，解答要法就会是错。所以这是看出来。伊讲，即若你讲咱端顶的人，你若看无我，看无这物件，你若看，我毋是讲袂差咯。但是咱这要看这几辈人，你看唔简单咯。要看问题出现对的所在，问题是咩人在讲话？问题出现在对的所在。所以伊这个问题出现了，你见鱼空伊就讲你有看到一个鱼空无？伊就我看到一个鱼空你有看到一个鱼空哪有一个相对我咯，鱼空不有哪有相这两种的道理就是。这两种的康复的准对是物件。这问题就是出现一个叫做哪？尊武剑，一个修黄金，手风指。你剑鱼空对我剑。这个剑是安怎剑？你讲真正真剑，你讲真真剑，剑而不剑，咱剑不改；文而不文，咱无好改。这剑就是众生之剑的，这毋是叫做或者正比正剑的。这个尊武剑，这个剑毋是真剑，什么叫尊武剑？我来讲就是简单的比喻，你们听好。这是初年你怎走的？唱歌迄个时阵迄个抽水器，安尼咁调，我无看着别人别人有看着我。尊一个武家就是我无看着别人，但是别人有看着我，安尼敢是真正你有调？人来我为出安讲，你安怎死都唔知影。做无见的道理就是哪？我尊一个武家，剑，这个剑。
其实你这个不是真正你见到一个虚空的物件，其实你看到一个物件是你用到色相，用意识建模，用音声建模色相设想，用意象建模，用意识建模，用音声建模，是人形声到这边建出来，这本就看了了吼。用意金光叫第26本啦，哦，用意识建模，用音声建模，这叫做啥？色电甲声电，六电的内底当中讲头是这个色声相互充满。用意识建模，你第二空哦，对，用意识建模，用音声建模，你今仔日虚空有相无无？哦。比如虚空有妙无常无相无，就是咱这个音，那个声音、色声的声音，那个音无，那个有相。啊，其实咱伫这个物件当中，是凡所有相，色声香味触法的凡所有相，拢是虚空拢无其实。毋过呢，伊通有这问题，伊就通解释这两个问题，伊个唔这问题。哦，应该不是问题。即个有些后边这个解释，来咱再讲一遍。例外。内即本性，犹如虚空。了无一物可见，是名正见。了无一物可见，是名正见。是名真理。无一不可知，是名真理。无有青黄灯底。无有青红灯长底，但见本源清净，觉体圆明，一名见性成佛，一名如来知见。学人随文处说。犹未决了，去和尚开始。伊这段话就是啥物事？就是因为伊含迄个了，伊这段话就是咱必须把伊的大通、伊的对话了后，讲话做评听。哦，伊的真实的来伊来看见，伊咧唔好讲，哦，你别去看哦。你讲快点，你讲我来讲，耶，好，你点你讲有相无无？我讲你讲有缘，无相来，即个话，对不对？就是咱解释头前迄两个话。另外，就是咱大通和尚讲，逆其本性，大通和尚就是心性啊，迄个理想讲，逆其本性犹如虚空，了无一不可见，是名正见。这个是做福建，可能就叫福建是福建。了无一不所见，我都无看到，安尼叫是正见。各位，咱谈话相关，安尼叫是正见，无认为咱做咩讲啥？因为了无一不所见，就是讲我这头发长了，我都无看到，安尼叫做这叫做正见。是。后边有人那个无一不可知，面是名个真理，当作无去甲了解，当然叫真理。这物件叫做啥？就是尊无见甲尊无见甲是公理啊。尊无见，尊无见啊吼。甲是为公理啊吼。这叫做知见，这叫做知见。你会去出来？把迄个了解你是讲，知见入知，即是无明本；知见无见，实际了还就未解决。知见无见，知见入知是无明本。知见无见。
话应该看出这句话的意思来。第一件，这边好的第一件，好的第一件，这个第一件，真理性的这个清清楚楚不一样。因这个论调，这个学校，你个论的你这个论的已经不出来了，哎，那不好意思。本来无分，无事业平安。本来无你第一件，你亲情本来这个不能第一件，但你。